来继续来看南投仁爱乡的澳万代赏饭仔的季节才拄拄开始，就来发生着游览车、冰车的重大的车祸。这台游览车包括司机在内21个人，拢是家族啊旅游的游客，为高雄到澳万代要来看饭仔树，结果来冰车，一个57岁乡亲拼出去车外，当场死亡。这死者的后生到即摆也唔敢甲阿公阿嬷讲这个代志。 澳万代发生游览车、冰车意外，造成1死20伤。涉案的死者的家属心情真哀痛，因表示讲当时因为车顶有人的晕车，涉案的查某人好心甲伊换位，想要到煞出代志。他本来是坐前面的，后座有一位女孩子会晕车，然后我姐夫就自愿跟她换位置。阿公阿嬷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不知道。 死者后生唔敢互因阿公阿嬷知影这件代志。这摆旅行团澳万代一天的游览为高雄出发。 直接去到澳万代，包括中岛顿加导游的费用，一人收1390块。外界指讲计数敢袂伤低。不过你看其他旅行社所送的澳万代一天的游览，出发了后直接去到澳万代，无停留其他的景点。有人收1400块，无包括中岛顿；有人收1050块，佮包括中岛顿甲暗顿的倒菜。 也有人收1799块，包括中岛顿便当，行情无共款。疫情期间，旅行社拢主打国内游览，尤其是最近澳万代饭仔休拢返红啊，真侪民众想要去游览，敢是游览车出车伤接才会致使这个意外？检调勘验出来一个游览车，初步判断是档啊失灵才会出意外。不过详细经过，医院都要问过相关的人了后，才有完全的了解。